新北市邦桥一栋大楼，小连续几若天的半暝，拢有灭火器为楼顶牵落去，甲未少住户的车库，也则是热日头帮公共害。警方调监视器，结果发现竟然是夜班的保全，连3天走到上尾楼，结这个灭火器，前后结8支。 加在无牵到人，啊，为何要安尼做呢？这个保全竟然讲，因为真无聊。迄个灭火器迄个哦，拄好去调迄个较袂迄个啦，无落话，若落话吼，我这只车我放遮就车顶就去弄歹啊。3个半暝，警方落一个灭火器，将车库弄一空，互现在的这对翁仔某真无奈。因为阮兜去互弄一空，咱毋知影，啊破一空啊，啊未修理啊，先甲空起来啦，因为你的落雨啊，我有叫人去落啊啦，啊嘛是爱弄来落，因为你弄落去已经含3支啊。 灭火器险险啊弄破铁片去卡着车，原来是隔壁大楼夜间的保全做的代志。新北市邦桥区文化路2段这栋大楼最近这几天啊，半暝是乒乒乓乓踩到真侪住户。警方赶到现场，大楼的副主委嘛有话要讲。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4个灭火器被他丢弃，那有造成别人财物的损害。 副主委看完监视器画面有够生气，原来是大楼夜间的保全讲伤无聊，走去楼尾顶，为20几楼悬的所在将灭火器弹落去。12月27到12月29 3天总共弹8支。附近住户车库的厝顶有几个所在有伤到保全，被警方依照社会法处理。本分局已通知涉嫌人到案说明，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新北地方法院简易庭裁处。 根据了解，现场的保全等物件时，拢无等大路灭火器落来的所在，拢是人家厝的楼尾顶，也是铁片厝的厝顶，无去伤到人。针对这款个人的行为，保全公司表示讲，已经将伊调职，住户的损失拢会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